在地上大条镜头来中华永靖乡公所甲公网租户供电业者要调正电，这是引起村民的不满。昨昏就有上百人，村民也银纸去抗议，因批评业者偷偷的施工。公所表示会赶紧召开协调会，有共识再让业者继续动工。怪手钓一支一支也无头条啊，到这个地看起来就亲像要起工厂，当机具也咧整地。原来这已经互供电业者看中，要建设供电系统，啊，毋过这互当地村民真烦恼，会对周边农地甲生活造成影响。对阮做农的真艰苦呢。啊！你若真袂巧，阮是要即堆啊！爱干做家家啊！阮这安尼要出入大目睭，就擦到青霉啊啦！村民看到远远的红头条啊，心情是生气佮烦恼，安怎想袂到原本就是才要起工园，煞成做供电场所。中华永靖乡这块地原本是公墓，公所2020年刷走，发包予供电业者要种电。啊，毋过村民质疑当地附近4个村影响10面大，业者也无照契约承起百姓公司。佫无办说明会，都向施工，完全是恶性作业。用一些药水，可是那些药水听说是很严重的很毒的药水，所以他们也担心他们的农作物受了伤害。就是不要让它种电，因为种电很多地方都已经有灾害出现。村民则被去公所也紧抓表达不满，乡公所表示，这个工程是前任乡长规划，拍算伫公有的民众用地，起2.2公顷的太阳能供电场，每年做80万。当初的时候，这里是一块废地，是丧葬地，所以土地里面啊，真的很多偷盗垃圾啦，就是很乱的脏乱点就对了。乡公所强调，目前并无答应业者应动工，已经要求马上停工。让业者也按照契约先完成百姓公司，搁伫个自备开说明会。啊，毋过居民无要参，要求供电场退出，保障当地生活环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